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目前是在印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达赖喇嘛尊者正在这里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语翻译员蒋扬仁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意义。蒋仁钦您好。你好。我们说这次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非常殊胜，那一个原因可能是指这边的，因为菩提迦叶是佛教的圣地。是，你可不可以先给观众介绍一下这边的这个圣地它的殊胜之处到底在哪里？菩提迦叶不只是佛陀6年苦行的地方，也是佛陀成道、获得正觉果位、成佛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一个对于佛教徒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相当珍惜和重视的一个圣地。那不止如此，追随佛陀的弟子们，这些大师们，像是龙树父子、无着兄弟，还有那兰陀寺的这些大师，以及萨拉哈等这些大神通师，可能当时候以我们汉传佛教来讲的话，玄奘大师，意境法显的一些大义师，当然还有西藏的这些大义师们，他们以前来过印度天竺的话，都会来朝拜的一个圣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只是佛陀加持了这个地方以外，以及追随佛的这些大弟子们，他们也曾经来膜拜或朝圣过的这一个圣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个圣地呢是非常具有加持力的。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举办第34届十轮金刚是有它的一个巨大的用意在的。那我们说十轮金刚灌顶法会非常殊胜，的确如此。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已经有10万的信众抵达这边。那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它到底是它对佛教徒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十轮金刚是无上密，无上瑜伽，就是我们通常佛教可以分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也就是平常所谓的小乘的佛教，但是尊者不太喜欢用小乘的这个名词，因为讲到大小乘的话，就有一点贬视、诋毁的感觉，所以尊者更喜欢用的是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也就是说，这个教义在建立的时候，最主要所使用的语言是巴利文、巴利语文。那大乘的佛教，尊者比较喜欢用的是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或称为梵文传统，或者巴利文传统。巴利文传统的佛教和梵文传统的佛教里面，在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又可以分显教和密教、密咒金刚乘、密教两者。当然，没有显教的菩提心，还有了解空性的正见的基础，是没有办法学习密咒金刚乘的。因为显教的时候，最主要讲的是我要如何去爱护他人，我要如何，尤其在显教的大乘佛法里面，我要如何去爱护他人，我要如何将自利作义的心态，自利作义的心态就是说，以佛法的术语叫做爱我执，爱我的这种执着，藏文叫达戒经。那这个爱我执，也就是说有分2种，粗分的和细微的，有分2种。粗分的爱我执就是我比别人重要，细微的爱我执是我跟他人一样重要。其实在未学佛之前，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比别人重要嘛，这个就是凡夫的想法。那如果我不比他人重要，我跟他人至少是一样的嘛，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人人平等嘛，所以我跟他人一样重要。但是以大乘的观点来去看的话，这个呢都是属于爱我执的一种，爱我执的一种体现。因为无始以来到现在，如果想自己是正确的快乐之道的话，那我们今天应该要非常的快乐才对。可是我们并没有，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说，爱己只想自己的这种爱我执，并非是正确的快乐之道，这是一种愚蠢的自私，并非是聪明的自私。如果你真的要为自己好的话，你就要把爱我执这2种粗分和细微的爱我执给它抛弃，打从心里面的去为他人而着想，视他人比自己重要，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到像佛一样的伟大的成就。这是大乘的爱他的精神。在这个同时又讲到了空正见，也就是了解真相。因为我们现在想要离苦得乐，却一直离乐得苦，
最主要是因为不懂苦因为何，不懂乐因为何。为什么不懂的原因，就是对真相的不了解，所以叫做空正见，空性的正见，正确的正，就是对空性的正确的了解，空正见，这两者是属于显密共同的基础。那密教比显教的不共之处在于哪里呢？在了解真相的时候，不只是究竟的真相要了解以外，了解真相的心事也必须变得非常细微的情况下去了解空性。所以这里面说到了睡眠余切的观修，也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能随着梦境而去做梦以外，我们没办法操控自己在梦中时候的心事嘛。但是瑜伽师在学密的时候，他会去操控自己的最细微的心事，让这个最细微的心事去了解空性，把它转为道用，这个是密的不共之处。所以密呢，尤其是无上瑜伽部呢，里面最主要说的就是如何将这个最细微的心事转为道用，转为空正见。这个是无上瑜伽部，也就是密里面的无上瑜伽部最主要所强调的内容。所以十轮有不同的解释，基本上，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外十轮、内十轮、别十轮，有3种十轮。但是昨天尊者所讲的十轮的十，指的是不变大乐，也就是说如何将这种无始以来，从无始以来一直到成佛，就是无始亦无尽的这个最细微的意识，转为了空正见，这种的不变大乐为十。那这也是法身，由此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而去化现出各种各样的化身，这为轮。所以十轮金刚是尊者是用这种的方式做解释的，但是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了。也就是说，透过别十轮，别十轮就是十轮金刚的灌顶，还有它的修持，还有它的一个瑜伽，调伏我们的内心，调伏我们内在的十轮，内在的五大，由内在的五大的调顺，来去影响到外在的五大，去影响到外在的十轮，包括星辰的变化，还有外在，就是每一个人透过内心的改变，来去影响到外在的地水火风空，或者外在的这种变化，世间的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十轮金刚会带来世界和平的主要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内心和平了，才有办法去影响到外在的和平，才让世界带来和平。所以十轮金刚它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说，从内心里面开始改变起。那这种改变的方式是怎么改变的呢？透过利他主义的思想，他人永远比自己重要，所以我要爱护他人，要胜于爱己般的去爱护他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了解真相，第二个。那无上瑜伽部的最主要就是说，了解真相的时候，不是用粗分的意识去了解而已，更要用最细微的意识去了解，透过这种的方式去建立内在的和平，就是所谓的内十轮，来去影响外十轮，带来世界的和平。那我们在讲那个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时候，都会出现很多比较陌生的名词，比如说前行修法或者安置地理之类，这些应该都是整个法会的顺序步骤。然后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依次介绍一下？在2号的时候，尊者做了一个藏文叫 Loma 解经，中文的话随摄弟子，随后的随，摄持的摄，摄有的摄，随摄弟子。也就是说，我今天要从2号开始进行我这次十轮灌顶的大法会了，所以呢，作为与十轮金刚无二上师的我有义务和责任来去保护你们，在这一段期间不会受到任何业障的干扰。所以这时候会跟我们开示，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动机和意乐参加这次十轮金刚法会，随后的去摄持，也就是说，我要好好的去照顾弟子的意思了。我要好好的将你们作为我的弟子，那我要保护你们，我要跟你们讲解哪一种的意乐才是正确的意乐，你们要以什么样的动机来去接受灌顶。后来在这个中间，你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所以尊者在随摄弟子的这个开示的时候，在开示的末端有说到了观想6种子字吗？Om Ah Hum Ho Ham Kya， 就是6种子字的这种观修，叫我们在灌顶未结束之前，好好的去念诵这6种子字。
一方面来去避免就是罪障的干扰，二方面呢让自己在这一次接受灌顶的法会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顺利。但是我发现尊者其实也强调了一点，最好的去除一切罪障的方法，最好的累积一切福德的方法，就是菩提心的思维和空正见的思维。尊者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后来才说六种子智的观修。可是在很多人在给我的一个问题的反应当中，我发现没有人谈到菩提心和空正见怎么思维，大部分都讲这个6个种子智怎么观修，这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真正的我们要去作为弟子应该要去做准备的是，在这几天好好的去思维菩提心和空正见才对。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再来去想6种子智，而不是说这个6种子智好好的去观修它，菩提心和空正见把它忽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做法又不对了。所以这是第一个1月2号的随舍弟子的流程。那接下来呢，这几天在修地基，我们又说净化地基，也就是说我们要传10轮金刚灌顶的话，我们不只要有10轮金刚无二的上师为我们传授灌顶以外，上师传授的这个场所，它必须得是无量宫。无量宫就是佛陀住的地方。在密教的用词里面，佛陀我们称为叫本尊啊，就是本尊所居住的地方叫无量宫。所以我们要去修无量宫，修这个坛城，无量宫也好，坛城也好，都是一样的。我们先要把本尊的无量宫和坛城先修起来。那修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去选位置，选完位置之后，我们要去净化它。就是说，你选一个地方之后，你要先把它打扫之后，才慢慢的来去盖房子嘛，对啊，类似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净化了地基之后，我们会来去做供养，供养天女们，供养护法们。那我们会跳金刚舞，这些金刚舞的跳舞的僧侣们，他们代表的是空心木，来到这世间来去加持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个选择的地基，来加持这个地面之后，我们再来开始画线，再开始画沙，用沙来绘画，就是把这个屋子给它盖起来的意思。坛城盖起来之后，那尊者呢，会请弟子们进入了坛城。进入了坛城之后，所谓的进入，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直接的血肉之躯带着我们的血肉之躯进入，不是这意思了，是用观想的一种方式来去进入坛城。观想我们在坛城的东门外面，与主尊国的上师尊者就是在坛城的中间，他是最主要的主尊。他叫了我们进去，坛城的东门打开，我们进去了坛城里面，再来接受灌顶。这种都是透过观想的仪式、观想的方法来去进行的一种灌顶。这算已经进入正式的传授灌顶阶段了。进入了坛城之后就是正行了。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前行，也就前行为什么要有前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透过隔夜的模式来去观察说这一次灌顶的时候会不会有障碍，是否会顺利。所以那时候呢，会给我们护身线，也会给我们吉祥草。那大的吉祥草放在床垫，小吉祥草放在枕头，来去一方面禁止我们的罪障，二方面呢帮助我们去观察在梦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征兆，来去让我们知道说这次灌顶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障碍，有的话还有它的一个驱除的方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随喜自己。但是尊者事实上也说过，无论是好梦坏梦，都不用太过分的去执着。坏梦你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有驱除的方法，一切都是有为法因缘而有的，并不是说不能改变的。如果太好的话，你又执着，这本身又是一种障碍，这也不好。所以尊者说不用太过在意。那这个是属于前行的部分。但是真正的前行，就是弟子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改变自己的动机。接受灌顶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后一世，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一世，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必须要成就无上菩提。那密咒金刚乘里面提供了快速成就佛陀的方式，成就佛果位的方式，因此我要来接受这个10轮金刚灌顶，这才是真正弟子们在前行必须要做的预备的前行。
真正的前行的意义和实质的目的是在这里。尊者必须要跟我们讲说，你们的目的必须要正确。那至于吉祥草啦，或者是护身线啦，或做梦啊，来去观察梦境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次要了，最主要是动机，接受灌顶的动机。那正行的话，就是进入坛城之后，我们有如同婴儿般的7种灌顶，哪7种呢？甘露灌顶、薄棉灌顶、彩带灌顶、除灵灌顶、佛号灌顶，还有密行灌顶以及开许灌顶，有7种。那之后，通常尊者在国外只传这个婴儿般的7种灌顶，但是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再传另外，还有3种，也就是说，上座世俗般的4种灌顶，还有至上圣意四种灌顶，还有金刚阿舍离灌顶，这个会不会传授我就不知道。所以为了成熟，为了成熟，升起次第，为了成熟圆满次第，为了能够为他人的传授灌顶，后面还有3种灌顶，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传授，这我就不敢确定，这个尊者会做决定。但是通常在国外只传到如同婴儿般的7种灌顶，后来就结束了。对，那正行跟结行之间有没有直接可以区分的？结行就没有了，就是灌顶结束完之后，那尊者隔天就会做仪轨，后来把所有的沙子再收回来，那请这些坛城的诸尊离开。我们十轮金刚有722尊的诸尊嘛，主尊不算的话721尊，主尊算的话722尊。后来请他们离开之后，透过仪轨文的方式，请佛来了之后就把请佛请走嘛，请佛走了之后，将这些坛城沙子收起来，后来会丢放在这附近的河或者是海里面，来去帮助这一个区域，来去加持这一块土地。那这个就结行的部分，但是通常弟子不用参与结行的部分。通常正行结束完之后，那尊者会开放坛城，让每一个人去观摩，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当然最主要更重要是以菩提心空正见的动机再来去看坛城，这样的话能够尽除的罪障会比较多了。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空正见的思维，只是想说坛城很有加持力，以这种强烈的虔诚心去膜拜坛城也可以，这也会尽除罪障，但是不会是远不及有了菩提心空正见的思维的这种方式去膜拜的。那光是见到坛城就能够净化上千劫亿劫的罪障，有这种的说法，在十轮金刚的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传授十轮金刚灌顶的上师，应该之前在西藏历史上应该有其他的大师上师，传授灌顶啊。那在前行修法前，又有一个环节叫前行讲法，这是不是达赖喇嘛自己独创的？独创的我不敢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参与过所有的传授十轮金刚大师们他们的灌顶的大法会。早期的话是九囊派最主要持有十轮金刚传承的这个，以藏系的5派来讲的话，萨迦嘎居尼玛九囊这5派来讲的话是九囊派持有的十轮金刚。在这之前，又分2派嘛，叫做拉派和卓派，有2派。那在这之前是来自于香巴拉，香巴拉之前是来自于佛陀的。我大概讲解一下十轮金刚的一个背景的话，佛陀就是成道之后的有2种说法了。有一些人是说佛陀35岁的时候成佛，36岁的时候传十轮金刚，有这种的说法。但是有一些人是说佛陀35岁成佛之后，过了12年，在灵鹫山传授般若经的同年，在西里丹亚卡塔卡的这个地方，化身为十轮金刚的主尊的模样，为来自香巴拉国的月贤国王传授十轮金刚。后来这个月贤国王把十轮金刚的法脉带回去之后，这时候第一部十轮金刚的经典叫做十轮金刚本序，本来的本，续流的续。那带回去香巴拉国之后，就一直传授给他的王子，所以历代的香巴拉国王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也有这种的说法了。那之后就传到了印度，传到印度时候就传给了就形成了2派，一个叫拉派，一个叫卓派。那最后由布敦就是嘎洛的一个大师，一个卓派的一个弟子叫嘎洛的大师，他将拉
派和轴派的这2大传承融为他之后，接下来又慢慢传下来了。所以普顿、他们这些天巴等啊，这些都具有十轮金刚的传承。那他们以前在传授十轮金刚的时候，是否有做这个说法的前行，我当然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考据这方面的历史。但是尊者平常更重视的是，比起灌顶，尊者更希望来参加的信徒们知道佛陀的教义为何。佛陀的教义为何都不知道的话，你接受灌顶只是一种随缘的加持而已，并不是说得不到灌顶，也是得到灌顶没有错。可是那个力量就等于你一个很好的药，你不直接把这个药吃下去，你放在一个100公升的水缸里面，把它稀释化了，你在里面喝1汤匙的水，意思是一样的。那这个药对自己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你懂得佛法的教义，你懂得密的不共的殊胜，你自己平常有在学习的话，再来接受灌顶，那这样灌顶的力量就会非常的强大，对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尊者更重视说法的内容，前行的说法，因为对教义的认知，这个比如果要2选1的话，这个比灌顶更为重要。所以尊者时常说，我用十轮金刚的名义号召了这么多人，我要的目的是想要让你们知道佛陀的教义为何，但是你们很聪明，却选择了说法前行说法的那个时间不来，你只选择灌顶的时候才过来。所以尊者有时候会开玩笑的，会去这么跟我们说到。所以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尊者独创的，但是我相信其他的上师可能也有这么做吧。但是尊者这么做有他的远见，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一点。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学佛就是觉得只要获得灌顶，我的一切罪障都可以尽除了。其实不是的，真正能够让我们改变内心，能够让我们净化内心、去除罪障的，靠的是菩提心和空正见的思维。那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你再加上灌顶的本尊瑜伽，那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强而有力。如果没有菩提心和空正见的这一个基础的话，那这个灌顶对我们来讲只是一种结缘了，真的只是一种结缘。这次有很多西藏境内的信众，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办法来到这边参加灌顶法会，然后他们在德里就分几批觐见达赖喇嘛的时候，那尊者就有特别教导说，你们不用担心，那我在正式传授灌顶的时候，会把你们放在心中，然后这样祈愿祈祷。而且尊者特别提到中国大陆境内的不能来这边接受传法的中国信众，也做了同样的开示。所以这是不是特别需要金刚传授灌顶的金刚上师特别允许之下才可以的？就是说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是的，是的。尊者也说过了，师徒之间的关联，师徒三昧耶，是不受到距离的限制的，确实也是如此。那在传灌顶的时候，与十轮金刚主尊无二的上师，他具有最大的权利，他可以选择谁要当他的弟子，谁不要当他的弟子。所以尊者已经把我们观为是他的弟子，我们又把尊者观为是我们的上师的话，我们师徒关系就可以建立了。师徒关系建立的话，就可以传。在这样一个师徒关系建立的情况下，这是灌顶的第一个优先条件嘛？因为师徒关系没有建立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从这位上师获得灌顶的。对的，是的，尊者有这么特别的开许。这一次在德里俄罗斯讲法的时候，那时候我做翻译，我也自己亲耳听到了尊者这么说过。那境内的那些信众应该在正式传授灌顶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最好的灌顶准备，如同我刚刚反复的强调，也是尊者一直反复再一次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这几天好好的去思维菩提心，好好的去思维空正见。那菩提心呢，就是说，如果真的爱己，可以让自己获得离苦得乐的话，我们只要想自己，就应该越想越快乐才对。可是并不是如此，你一直想自己，最后只会导致自己自私自利，没有朋友，就是孤单一人而已。所以想自己并非是自己离苦得乐的方式，佛菩萨都是想别人。这世界上
没有佛法信仰的这些伟人们，他们也是因为想别人，对他人做出利益和贡献，才成为伟人的。所以我们应该多为别人而着想。所以在这个时候，多多的去想爱他的这种爱他主义，或者是所谓的爱他心，要尽可能的培养起菩提心这部分的内容，好好的去思维。那空正见空性的思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好的东西会想要产生贪心？为什么看到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讨厌的人，我们会想要排斥？尊者时常说到，这是因为有一个非理作意存在。也就是说，非理作意的意思就是说，不符合实相的作意想法在里面。什么叫不符合实相的呢？尊者时常讲到一个科学家的名称叫 Aaron Beck，97岁了，他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这些忧郁的病患者。他透过科学证实了一点，这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会产生讨厌的对象。这个讨厌的对象里面，90%以上讨厌的看法是跟实际不吻合的，是内心反射出来的一种假象而已。所以科学家也知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会有90%以上的讨厌的看法是不符合真相的。所以可见烦恼在产生的时候，它是远离了真相，作意了这种非理的情况之后而产生，这个叫非理作意。所以烦恼来自于非理作意。可是很遗憾的，这一位 Aaron Beck 科学家他并没有解释这个非理作意怎么来的。但是佛家是说，因为我们只取境，就是事物为真实有，我们把它看得太真了，所以才会产生非理作意，才会去给非理作意机会去添增了或者捏造了事物的好或者事物的坏的成分，会去加强它。本来只有10%的好，但是一直加强，添增啊，又称增益嘛。它的好或者它的坏变成100%了，只有10%的好，但是被我们非理作意视为100%的好，于是就产生贪心了。所以事物它到底是怎么存在的？它是虚假的存在呢，还是真实的存在呢？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是佛教的不共的教义，这是其他的教义没有的，唯有佛教才说到的这个无我的见解。其实我字 Atma 在梵文里面有真实的意思，不一定是你我他的我，而是有真实的意思。所以无我其实是无真实的解释才对了。所以诸法的存在并非像我们肉眼看到般的那么真实，这一点要好好的去思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非理作意会产生？那希望大家无论是现场来到这个圣地也好，或者是没有现场来到这个圣地，你们是要透过网络来去接受观点也好，希望这几天大家好好的去思维菩提心，好好的去思维空正见这2颗珍贵的心，这是最好的准备了。作为弟子而言，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应该的，谢谢。